歡迎大家收睇中西區足球隊 YouTube Channel， 為大家送上甲組聯賽第25週賽事中西區對永義地產嘅全場精華。遠處有人到，上半場8分鐘啦。中西區啊，俾急火嘅情況之下咧，好快就入直波啦。再執入嚟中間，張俊軒上過嚟個遠射，呢個波就省中對方隻手啊！咁啊，呢個罰球，中西區如何處理啦？安基斯右腳趟，門將撲到都冇用啊！2-0，上半場17分鐘，安基斯嘅罰球直接射穿人牆。有呢個波出事啦，門將控多兩控俾對方撲甩咗，叉翻過嚟禁區後面美飛後嚟左腳鬧呢個波越位啦，冇錯，好明顯係越位，射入咗都冇用啊！山閘線位置仲可以輕鬆攞波嘅。頭槌點翻落嚟，哇！你咁樣解圍唔晒，呢邊蘇沙輕鬆咯，依時右腳都入翻球。26分半鐘贏到3-0啊！呢個波就完全係永義後防嘅災難性嘅表現啊！冇位置，唔緊要，仍然落喺中西區嘅腳下。彭林一扣嚟個加速落邊，左腳撳入嚟龍門口，哇！呢個波呢，似乎啦，巴菲特翻嚟麻麻地，頭槌頂走咗彭林，呢邊就安基斯攞到波落地轉埋身加速推到去禁區頂，再撳過嚟邊俾黃力威拐右腳放中尾，哇！幾乎4-0呢個波呢。好啦，劉浩林亦都盡快做一個轉邊啊，嘗試拉翻開永義嘅防守啊！張俊軒及過一關，回後啄入嚟蘇沙 set 後，安基斯攞到，再回翻俾劉浩林嚟個撞射省中人。安基斯中間嘅蘇沙已經走緊，揚晒手做個 1-2， 最後撞散咗就俾呢個劉浩林攞到右腳急快射，呢個波呢就俾對方追得好緊，猜翻後曾健鋒再撞過嚟左路，安基斯單對單，一下假身兩下加腳，再俾彭林一個轉身右腳撳去遠處，呢波呢越未易過啊！球證就鳴笛完上半場啦，比數暫時係3-0啊！對手3球，下半場比賽即將展開㗎啦。其實後上彭林加速，再叫翻上隻右腳，兩個埋嚟對位去唔到，回後左腳勾嚟呢個波頭槌，最後中間頂到蘇沙，可惜發唔到力啊！再彈過嚟，佢又係咁嗌佢出波啊！咁結果自己俾失埋。好啦，變咗中西區嘅反擊機會，蘇沙俾咗左路安基斯加速帶入去鄧子軒，追唔追到？最後分離遠處黃力威左腳一射4-0。好簡單嘅反擊，下半場開波，僅1分鐘多少少。過唔到永義球員啦，呢波又想話猜翻出嚟，就益咗安基斯，拐順咗想話趟個遠處上角五場啦，基本上。佢個23場至真啊，之前嘅23場都係輸過0分啊。呢邊蘇沙得佢遠處，安基斯頂到，可惜唔中框，個波門前掠過。都會打穿啊，即係死追爛追啦，對同你。呢個波一分去右邊又見到兩個埋去追㗎啦。張俊軒都醒啦，回翻後俾拉連，睇定刮去遠處，蘇沙頭槌一頂5-0。都係一句勤力還勤力。能力就還能力，兩樣嘢嚟嘅。永義球員就好勤力㗎啦，但係始終能力上令我哋判斷係慢一步就慢一步啊！朱浩林分開左路，張海亮左腳刮上去，前面攞到啦，側角度想話呢個波出波定射波啊？你入嚟頭柱位，後腳碰到康連嚟嘅門將曾奕信。得住個位轉埋身，帶住，再俾入去呢波劉錦亨到唔到？好嘢，俾佢扣過咗關，但係對方亦都鏟到要避嘅。佢橫風包手左腳一撈，但係中間有啲嘅
好啦，呢邊試下放個長波過嚟，俾到康年有啲空間俾佢發揮嘅。李康年一粒一比，輕鬆撞入。下半場36分鐘，其實都係35分鐘過咗少少嘅啫。許宏峰啊，射成5比0啦。咁啊，呢個波過程都好輕鬆啊！一個轉手為攻分享嘅時間㗎啦。而家下半場都已經係41分半鐘啊，比數就5比0。康年拖嚟中間，即俾鄧廣恒再猜橫，安基斯第一時間掃把嘅一趟，輕輕鬆鬆贏到第6球啦。咁啊，越打越輕鬆啊！安基斯又打個後抽，後上左腳，想話咁遠處啊！原地自轉386嘅隊長鍾文俊俾咗過嚟，又係李家俊。呢個直線打落去穿咗，但係越位。都同時間球證鳴笛完場。哇！呢場甲組聯賽第25週賽事啊，中西區就贏永義地產7比0啊！